各位，泛民團體發起嘅反財政預算案遊行，大會話有過萬人參加，警方就估計有6300人。示威者批評預算案短視，派錢無助民生。泛民嘅立法會議員話，星期二會同曾俊華見面，要求佢落台。朱慕霞報導。遮打花園企到密密麻麻，佢哋都係參加民主黨、教協、公民黨、職工盟、社區組織協會等多個組織發起嘅遊行。訴求寫滿示威牌上面，除咗唔滿意財政預算案短視，更多人不滿係曾蔭權同曾俊華嘅管治。社民連嘅隊伍亦都由灣仔行到中環，幾路人馬喺遮打花園匯合，聲勢浩大。示威嘅市民企滿成條皇后大道中。遮打花園針都插唔入。食完啲6000蚊，我哋可能就係繼續官商勾結嘅就繼續官商勾結窮嘅繼續窮。咁所以我覺得我哋係有個遠見嘅政府。6000蚊冇可能收買我咯，反而令我更加想上街，因為我睇唔到個政府係真係想解決件事，只不過係想用6000蚊呢係去到攞選票啦，同埋咧係令到有啲市民可以唔再上街啫。呢個政府咧就正一蠢人治港，唔係港人治港。因為送切派錢呢係唔係徹底解決一個社會問題嘅方法嚟嘅。政府好大家，要求曾俊華落台嘅聲音一直冇停過。政府呢係淨係識派錢，唔識得係點樣係處理啲長遠嘅經濟矛盾問題。曾俊華呢已經係冇晒理念，冇晒誠信，我覺得佢仲好意思留低咩？咁其實今日嘅市民亦都好清楚嘅聲音，係希望佢下台嘅。市民水深火熱，市民水深火熱。遊行人士抵達政府總部之後繼續集會，佢哋向政府遞交請願信，要求制定長遠嘅扶貧政策，以及復建居屋等改善民生。亞寬頻電視記者朱慕霞報道。社民連成員遊行到政府總部抗議財政預算案，並且聲援內地嘅茉莉花遊行。示威者多次同警方衝突，有示威者受傷倒地，而現場亦都報稱有警員受傷。梁卓琪報導。社民連嘅示威者去到政府總部之後，衝破警方防線，走到去中間嘅大榕樹旁邊，種植預先帶嚟嘅茉莉花。佢哋大叫口號，聲援內地嘅茉莉花革命。原本架設喺度嘅鐵欄，佢哋不斷推開。佢哋多次同警方口角，並且發生推撞。混亂之間，有示威者同警方一齊跌咗落地。示威者同警方互相指責。一名示威者受傷瞓喺地下。警員之後組成人鏈，阻止其他示威者接近。雙方再次發生推撞。有示威者話一度被警方扣上手銬。張卓話我係幫我係推攔，但係成扎人推攔咯，點解淨係拉我？點解啊？依家跟住我仲要苦差佬，警員仲要落呢個馬爾嚟扣我。咁但係你都冇警告我。社民連嘅隊伍刻意同其他嘅泛民政黨保持距離。晏晝2點半由灣仔出發。示威者話政府派發嘅6000蚊只係揞口費，無助舒緩通脹同收窄貧富差距，要求曾俊華撤回預算案。亞寬頻電視記者梁卓琪報導。而警方喺夜晚8點幾展開清場行動，抬走留守喺政府總部嘅社民連成員。警方喺3次勸喻示威者離開政府總部之後，喺夜晚8點20分左右清場。
大批嘅藍帽子警員在場戒備，一批又一批咁輪流上前抬走示威者。咁期間有示威者反抗，警員就拍低抬走嘅過程，而部分示威者手翹住手堅決離開。警方最終用咗大約10分鐘完成清場行動。咁至於人民力量就趁住今日驚蟄喺中環遮打道發起打小人，抗議預算案，咁聲稱有6000人參加。而一班80後示威者霸佔咗皇后大道中，聲言要通宵靜坐。李義莊報導。預算案激起民憤，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就成為民怨嘅發泄對象。反對聲音此起彼落。發起活動嘅人民力量聲稱有大約6000人參加活動，希望打破最多人打小人嘅世界紀錄。預算案作出修改，向大部分市民派6000蚊現金。有市民話派現金都平息唔到佢哋嘅不滿。唔係話派糖一個問題啊，係一路累積嘅管治問題，係唔聽民意嘅佢都。財政撥款嗰陣時話入落強積金嗰度咯，但係佢起初話冇得改，但係之後佢就可以改到，咁我覺得呢個政府好無能咯。帶領佢哋嘅黃毓民先喺皇后大道中坐低，唔肯行上政府總部。但正當黃毓民想離開，獨立媒體嘅朱凱迪就率領一班80後嘅示威者霸佔馬路，又喺度唱歌。警方要求佢哋離開，但未被理會。示威者聲言曾蔭權同埋曾俊華一日唔落台，佢哋都唔會離開。亞寬頻電視記者李義莊報導。政府回應遊行，話會總結經驗，虛心考慮民意。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就喺遊行之前喺電台節目話，會透過關愛基金協助未能夠受惠於派錢嘅新來港人士。郭志日報導。政府發言人喺示威結束前發表聲明，話清楚聽到市民聲音。過去1星期就財政預算案引起嘅討論，政府話會總結經驗並虛心考慮市民嘅意見，亦都會繼續跟進其他嘅民生訴求，歡迎社會各界提供意見，共同制定長遠嘅發展路向。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亦都承諾預留足夠嘅資金，包括透過關愛基金去幫助一班嘅新來港人士，令佢哋都可以分享到經濟成果。For non-permanent residents, such as the one-way permit holders from the mainland, separate arrangements will be made for those in need of financial assistance, so that they too can benefit from Hong Kong's prosperity. One way to achieve this would be to set aside a specific sum of money to cater for the needs of this sector of our community. The Community Care Fund can be a suitable platform to reach this group of people. I shall work out details with the Chief Secretary and inject additional money into the fund for the purpose. 民意要求復建居屋，但政府過去一直都話冇得傾，派錢息民憤之餘，曾俊華亦都改口風，萬事有商量。Beyond the amendments that I have mentioned, other commendable suggestions have to be dealt with separately. These include calls to resume building HOS flats, introduce comprehensive retirement schemes for everyone, and taking further measures to narrow the wealth gap. 佢重申，政府想鼓勵市民儲蓄，會研究誘因，例如係派利息，等市民唔會立刻使晒呢6000蚊。亞寬頻電視記者郭志日報道。